咁第三步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啊。預設醫療指示咧，最近就都唔係最近，1年前就過咗法例啦嚇，就係話如果有以下三種情況咧，可以唔接受啲維生治療啊。咁第一種情況咧就係末期病患啦，第二就係持續植物人狀態或者不可逆轉嘅昏迷啦。咁第三種情況咧就係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生命受限制嘅疾病啊，就可以唔接受啲維生治療啦。咁有啲老友記就問啦，喂，我做咗預設醫療指示，突然間我過馬路俾車撞親，或者我傷風感冒入咗醫院，醫生會唔會唔救我㗎？就唔會嘅，因為法例規定係末期病患或者變咗植物人或者真係不可逆轉冇得救嘅疾病，咁先會生效嘅。咁可以拒絕邊啲維生治療咧？例如入侵性治療啦、插喉啦，或者創傷性急救，即係心肺復甦嗰啲。但係會繼續提供啲咩咧？繼續提供舒緩性治療，例如鎮痛啊、保溫同埋會繼續提供食物同飲品嘅，即係唔會話簽咗預設指示乜都唔俾你，等你凍死餓死就唔會嘅。咁好多人就話喂，預設醫療指示係咪即係安樂死啊？咁其實就唔同嘅。即係安樂死咧，係叫醫生幫自己打支針，話自己好辛苦啊，不如你幫我打支針，等我快啲去啦。咁呢樣就唔合法嘅，就因為冇醫生肯做噶啦，因為做咗會變咗謀殺嘅。但係預設醫療指示咧，只不過咧係自己唔想話喂，我唔想咁醫喎。呢個係絕對合法嘅，咁即係個個都有權話自己唔想點醫啊嘛嚇。只不過係驚最尾嗰陣我講唔到出嚟，咁寫定出嚟啫。個個都有拒絕接受維生治療嘅權利嘅。咁係尊重病人嘅意識啦，可以減少咗過程嘅痛苦啦咁同埋可以俾身體隨住病情咁自然咁發展啦即係唔係夾硬吊住條命，可能仲辛苦咗添。另外咧就係預設醫療指示要有2個見證人啦即係法例規定，其中一個要係註冊醫生啦。咁另外咧就係2個都要係成年人啦。咁最尾個要求咧就係唔可以係有利益衝突啦。咁即係遺產受益人又唔得，保險受益人又唔得或者你係長命契其另外一個持有人都唔得嘅咁所以即係無論呢3份文件咧，你揾見證人都好咧，都最好唔好揾啲有利益衝突嘅人，就會比較好啲咁如果你揾我哋安排醫生律師見證，唔會咁啱係你嘅親戚嚟嘅。咁另外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咧，會令到醫護人員有所適從點解立法咧？因為我頭先話，就算未立法之前咧，都有人做持久授權書嘅都合法嘅，但合法得嚟咧，啲好多醫生都唔跟嘅因為個個家屬都有唔同意見噶嘛，一個又話急救，一個話唔急救咁就算5個家屬，4個話急救，一個話唔急救咧，佢個醫生都會急救嘅，因為佢驚俾人告咁但係預設醫療指示咧，個法例實行咗之後咧，個醫生一定要跟個預設醫療指示如果唔係佢俾人告咁所以咧，醫生就會跟隨個預設醫療指示啦就算有家屬反對嘅話都好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歡迎到我哋網站了解更多。歡迎 WhatsApp 91277273聯絡我哋同入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了解更多資訊。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仔。拜拜。